各位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3月10日，農曆嘅乙巳蛇年2月11日。我係 Ken 哥哥，歡迎大家嚟到一石激起千層浪嘅第一集節目。首先 Ken 哥哥要感謝上天嘅眷顧，智者們嘅教導同埋給予嘅啟示，製作團隊嘅配合同埋觀眾聽眾嘅支持，一石激起千層浪嘅節目能夠順利誕生。今日嘅一石來自2025至2026年度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喺面對財政預算案出現赤字嘅情況下，開源節流係解決問題嘅兩大核心策略。然而，如何真正做到開源節流，關鍵在於明確嘅定義，並有效嘅執行，實現社會經濟嘅健康發展。負責把關嘅財政部門面對極大嘅挑戰，相信政府各部門都會竭盡所能做到最好。第一，開源即係指通過創造新收入嘅來源嚟增加財政嘅資金。佢不但係尋求新嘅資金渠道，更重要係喺既有嘅基礎上發揮潛力，穩步發展。開源嘅實效需要決策者嘅敏銳判斷同埋快速行動，務求喺短時間內見效，刻不容緩。香港係福地，國際城市地位係我哋嘅基石，運用得宜，加上背後有強大嘅祖國支持，成為各方面嘅國際中心，大大增加庫房嘅收入，減赤行動轉虧為盈，就可以水到渠成啦。Ken 哥哥好快將會喺一石激起千層浪嘅開源節流系列裏，跟大家逐一探討。第二，節流即係減少浪費，通過節省資源嚟降低政府財政嘅壓力。無論財赤或者盈餘，都應該涵蓋提高資源利用嘅效率，同埋避免浪費。所以要成功開源節流，需要具備以下3個元素。第一嘅條件，官商民必須同心互信，共存共榮，缺一不可。政府需要清廉、公正、高效率、有遠見同埋創新嘅思維。商界需要有誠信、有社會責任。企業應該積極響應政府嘅政策，通過合理嘅稅收貢獻社會。市民必須守法，支持政府嘅政策同埋商界嘅努力，認真履行公民責任同埋義務，減少浪費社會嘅資源。第二，原則，一切嘅政策都應該以民為本，不增負擔，不擾民。喺穩定民生嘅基礎上，推進財政嘅改革。第三，方法，決策應該簡單明確，重點出發，避免過於複雜嘅措施同埋不必要嘅行政費用。最重要係利用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分析實況。翻嚟今日嘅一石嘅主題，2蚊長者乘車優惠，呢個本身係一個德政，鼓勵長者們多啲出外行走，增加社
社交活動同埋投入社會工作等等。呢個嘅政策改動同埋修正已經引起咗社會嘅熱烈討論。歸根究底，重點就係長車短搭。只要做好分段嘅收費，就可以節省支出。相信分段收費做好之後，政府乘車優惠嘅支出可以減少一半或以上。呢個數據發卡公司一定可以好快就做到評估。設立分段收費嘅設施同埋費用，亦都唔會好昂貴。呢個係一勞永逸嘅方法。希望各位優質嘅市民、熟悉設施嘅專業人士給予你哋嘅寶貴意見，能夠幫助社會善用資源。其實鄰近嘅城市新加坡已經有效地實施咗分段收費一段頗長時間。長車短搭最大嘅得益者，其中一個一定係提供公共交通服務嘅公司同埋企業。喺實施長者乘車優惠之後，發卡公司或者政府嘅部門應該知道呢個優惠令到呢啲企業帶嚟咗幾多嘅額外收入呢？相信呢啲有責任嘅企業一定會願意跟政府嘅政策配合。Ken 哥哥喺呢度預祝2蚊長者乘搭優惠嘅德政喺優秀嘅政府團體、殷實企業家同埋 IQ、EQ、AQ 極高嘅香港市民攜手合作，以民為本，善用公帑，不擾民嘅情況下，成功地找出一個符合節流定義、節省政府嘅資源嘅合適方案。今日嘅節目到此為止，希望大家喜歡呢集嘅節目，同埋喺討論區留下你哋嘅寶貴意見。我哋下集再會，拜拜。